为伫咧北区开启药房宫伫即波疫情爆发进前，逐工拢会有虔诚的信徒来前往参拜，祈求会当平安健康。庙方特别伫5日节连假的前一天，送出3200公斤的爱心米，针对伫北区即摆疫情受到影响较弱势的家庭来送米给因，希望大家会当共同来度过即摆的难关。伫今仔透早的时阵，由各里的里长分别来甲庙林搬米转去分予遮有需要帮助的家庭。那另外呢，伫咧遮我嘛来感谢着咱开启药房宫吼，咱这边拢总捐请几公斤的米，互咱的在地一寡弱势民众利用这2天，请咱里长阁有社区理事长吼，有咱关怀据点的社区理事长，拢来遮领米，来帮助着咱这段时间，因为咱无上班，一寡咱弱势的民众，嘛毋茫讲透过伊的爱心吼，互咱伫咧。咱5月节要到互大家会使感受到咱社会温暖。因为疫情政策的关系，区长甲北区里长联谊会会长共同来甲大家提醒，即摆连假如果若无需要，就毋通对北部转来到南部，尽量莫有跨县市的来往。伫遮嘛来呼吁着咱市长的政策就是咱呼吁着咱端午节不返乡，咱退票有奖励，所以讲若这段时间咱今年较无共款。伫咧咱原地留咧过端午佳节，等甲咱即个疫情较过了欢迎咱大家较来转来咱台南，咱转来故乡安尼，咱共同来做防疫的工作，咱一定会当度过咱这边的疫情的难关。希望大家拢保持着共岛一命的心态，来预防疫情扩大的风险。台南新闻林跟刘品言采访报道。